韩团 EXO 最近没有团体活动，反而是成员们个人活动频频，像是灿烈先前演出韩剧《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》，精湛演技和人物设定获得不少粉丝喜爱，更跟着主演群们一起上节目。谈到他个人对万圣节装扮的执着程度，还有成员世勋也上综艺节目《Coffee Friends》担任打工仔，不止洗碗还卖橘子，成为业绩最好的销售员。仔细跟客人讲解 ，EXO 的世勋来到实境节目《Coffee Friends》当打工仔，不止卖橘子卖出好成绩，还兼当洗碗工。柳演熙担任店长，特地前来探望世勋的状况，还亲手为喝咖啡，展现兄弟情。孙浩俊和崔智友、梁世宗则是在场内外忙着做菜、送餐、点菜。他们4人在济州岛橘子园中开咖啡厅，每一集都会找来好友帮忙打工分担，就连男祝贺也是惊喜素颜现身。男祝贺一身轻便帽 T 加皮衣，头发还乱乱的，看起来像是刚睡醒，被哥哥孙浩俊急抠来补货面包和白饭，还以为送完东西就结束，没想到隔一天就真的来报到，当起正式打工仔。另一个综艺节目则是找来 EXO 的灿烈。EXO 成员灿烈，我就在想说，要不要放弃了？后来根据了解是在美国海关卡了很久，因为里面有枪的形状，还有刀的形状，最后万圣节终于到了，所以我就没去了。灿烈跟着韩剧《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》演员一起上节目，谈到万圣节装扮派对。他谈到自己有强烈的好胜心，去年因为要扮演死侍，但是特制的衣服卡在美国海关，让他无法参加。最后是在粉丝生日会上才第一次曝光，执着于胜负的个性也让现场来宾们哄堂大笑。